大家好，我哋講下咧，就講到屬土日元出世嘅朋友啦嚇。咁咧就屬土嚇，咁即係戊己啦嚇。呢兩個日干嚇，你查翻萬年曆嚇或者手機咧，你出世嗰日嘅天干嚇。咁如果你係戊或者己嘅日，咁你係應該係屬土噶啦。咁屬土咧就對分翻我哋嗰個流年嚇，就丙午嚇，加埋咧你邊一個月出世。咁我哋個月咧而家開始講咧就講春天出世先啦嚇，即係話2月、3月、4月出世嘅朋友啦嚇，屬於春天出世啦。咁春天出世咧就屬木啦，春天就屬木啦嚇。咁你本身咧就屬土啦，咁如果五行論運程五行嚟講咧，木就會克土。咁照計嚟講咧，你個屬土嘅人喺春天出世咧所謂叫受克啲啊。咁一般受克啲嘅可能細路仔嗰陣時候咧，就係身體多病痛啲啦，有機會係咁或者你行嗰個運程流年嗰啲咁嘅嘢咧屬木嘅流年就會咁樣克身啲啦，或者一個人咧就比較有壓力啲感覺有壓力啲。咁但係女命嚟講又好啲好喎。如果你呢個春天就代表咩咧？係我克者就係我個夫君啊嘛咁所以咧就比較桃花又會多啲嘅。好啦，咁如果睇翻我哋今年咧就丙午年，丙午年咧其實就火就生土啊嘛。咁即係話你本身就屬土嘅，咁受呢個流年所生。咁啱啱咧你係春天出世，咁其實就咁樣運轉咯喎。土即係木呢個出世個月就屬木啊嘛，好似生旺咗個流年，流年咧就生還翻嚟，咁似乎係一個循環。好啦，咁似乎你旺咗之後應該要點做咧你旺咗之後應該點做咧？咁即係話你體應翻嗰啲月份啦，咁你可以承受多咗少少壓力咯喎OK 咯喎咁喺做嘢方面或者係泄理方面土應該咩咧？土生金金係你嗰個創作啦咁包埋咧就財都係嘅喎，我克者為財咁如果係見水嘅話咧，就可能又揾到錢都唔定㗎咁所以咧就睇翻呢啲月份啦咁開始呢2個月咧就係屬木㗎咁屬木嘅你壓力就比較大啲。咁但係問題始終係丙火流年丙火流年咧就會生旺翻嚟咁所以有壓力都唔怕㗎，你可以克服到㗎克服到啊。咁如果對應翻兩個金係咩咧對於你嚟講咧就又係土生金你可能創作到啲嘢出嚟，諗都有啲嘢出嚟啦可以咧開始做嘢。咁但係問題都要見財咁要行翻啲水嘅月就會好翻啲咁大致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咧，你屬土咧太多火，咁你睇翻你其他嗰個命格裏邊多唔多火啦如果太多火嘅話咧，對應翻呢個流年屬火咧，個人就會燥啲咁應該咧就會蝕身啲就好啲，或者喺職業方面咧亦都即係唔係咁就咁睇下翻你其他嗰啲資料咁對應翻咧我哋夏天出世啦夏天出世咁土咧就受火而生咁所以咧夏天就屬火咁本身咧呢個土比較旺啲，尤其是呢個戊土啦呢個戊土咧本身係一個堅硬啲嘅土㗎硬刮刮㗎，有陣時咧就即係去到極端嘅話咧係個頑石你有陣時咧你太幫佢或者太生旺咗佢反而係蒙塞啲咁己土就可能就陰柔啲就好翻啲咁但係問題咧，你始終喺夏天出世嘅土咧就相對咧就火土就會相對會蒙塞啲㗎。咁應該咧對翻嚟嗰啲流月啦尤其是今年又係火咁所以咧就似乎火咧就多咗啲咁好啲喺流月裏邊咧就係春天啦。咁春天咧就其實屬木嘅應該就好嘅因為木就可以克土咁即係話咧佢破土啊嘛，咁你裏邊所蘊藏到嘅嘢咧就會發揮到出嚟咁所以咧你頭呢2個月照計就唔錯嘅你可以發揮到嘅。咁但係問題咧就始終受制於個流年呢個火生旺咗你咧，反而啲土咧結得又實啲咁所以咧你要即係生啲嘢出嚟嘅話咧，土生金啊嘛，你啲創作出嚟咧成日都係受翻呢個火所控制住咁所以咧就係
你可能就係開始咧就有啲諗頭想做啲嘢，咁但係問題咧始終都係有啲受制啊，咁啊要可能去翻即係可能係秋天或者冬天後啊會好少少。好啦，咁啊睇翻呢個月啦，壬辰月，可能壬辰月就好翻啲喎，始終呢個係屬水啊嘛，啊制翻呢個火咧，就反而咧冇生旺得嚟咁緊要咧，就反而咧下下咧你知啦嚇，你自己有主見嘅人，反而咧下下有人想幫你嘅，你都覺得佢煩，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就喺4月裏邊咧就可能少一啲啊，因為少一啲，咁你可能咧就自己發揮咯，可能做得比較好少少啦，開始啊咁啊，咁而家講到咧秋天出世啦。啊，咁啊秋天出世咧就秋天就屬金，啊應該咧戊己土咧就開始咧就應該所謂叫受蝕嘅月嚟嘅，啊受蝕嘅月嘅，其實就唔係話唔好嘅，啊因為睇翻咧你其他嗰啲配置，提翻啲配置，即係話年啊月啊你冇睇到噶嘛，啊如果你平衡得到咧，你應該喺秋天受蝕嘅話咧，應該本身咧你係一個可能係專業人士啊，可能係一個好識計劃嘅人嚟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大約係咁樣睇法嚇，亦都學好多嘢嘅。咁啊好啦，咁啊睇翻個流年先，流年就丙午，丙午咧就屬火啦。咁你喺秋天出世，咁啊應該就受蝕㗎。咁但係問題咧，而家流年咧呢個丙午又即係生翻旺嚟，生翻，咁啊照計咁啊循環應該就 O K 喎，應該。所以咧喺丙午屬火嘅咧。流年咧就對於你咧係有人幫，有人幫手，甚至乎咧你喺嗰段時間都會讀緊書，學緊一啲嘢都唔定㗎，一路仲喺度收納緊啲嘢喺呢個流年裏邊。咁因為你本身咧就發揮嘢啊嘛，你需要創作㗎嘛，咁喺今年咧裏邊咧就儲定啲能量啦，又可以咁樣講法嚇。咁再睇埋呢個月咧呢幾個月咧就寅卯辰。寅卯辰咧就屬木，屬木咧就應該依啲咁嘅情況咧就應該係點樣講法？會生旺翻個火喎，咁即係話咧，你喺學嘢之餘咧，本身呢啲屬木嘅嘢咧，喺工作上面咧有幫手，工作上面有幫手因為本身咧木就會克土啦，咁你本身係秋天出世啦，秋天出世可能有創作，而啲創作嘅嘢咧，你可以變成一啲實實際際做嘢嘅嘢，喺今個流年嚟講都唔錯啦，咁運用翻呢個流年生旺你，然後咧你可以創作到啲嘢咧係生到你本身所喜好嘅工作，呢個咁嘅循環，咁你喺頭呢幾個月咧都可能遇到一個比較好嘅工作崗位嘅，咁對應翻咧係冬天出世。咁冬天咧就屬於寒啦，本來咧你係屬土嘅人咧就中意收藏，學好多嘢，咁咧就視乎咧你要有時間去發揮，要時間發揮。咁但係咧就冬天咧就始終咧就寒啲，對於你嗰個土嚟講咧就收藏嘅話咧就更加收斂咗啦，更加收斂咗。咁其實就好嘅，如果咁樣講法咧。因為我克者就為財，水咧其實對應翻土咧係財嚟嘅，咁你所以咧就應該本身如果呢個係月嚟㗎嘛，你喺邊個月出世㗎嘛，咁所以你家境裏邊咧即係應該唔錯嘅，咁視乎咧就你自己係點樣去發揮啦。咁睇翻個流年咧就屬火啦，丙午就屬火，咁照計咧就有人幫你。咁即係話可能屋企人就會幫你啦，屋企人會幫你啦，咁你本身家境唔錯，屋企人幫，咁但係你中唔中意？未必中意嘅喎。咁如果你咁樣睇法，你本身喜好嗰啲咧，當然咧你喺個流年裏邊就感覺舒服啲啦，但係問題你自己內心嘅話咧，你需要自己去發揮嘅，需要發揮嘅，咁所以咧你應該咧去翻睇翻呢幾個月啦，呢幾個月咧就係木嘅月，咁即係話咧屬於木。咁但係問題又會出嚟咯喎！呢啲屬於木嘅月嘅話咧，對你嚟講咧就會克身，即係話木就克土，你又感覺都會壓力又大啲。所以咧呢幾個咁嘅組合嚟講咧，就好似好矛盾咁嘛，好矛盾。第一
就可能屋企人幫你啦，或者你上司有人幫你，但係你又唔係好喜歡。但係你要做嘅話咧，你又覺得壓力大。咁所以咧有啲矛盾出現有啲矛盾出現。咁但係咧就處理翻好自己嘅心境啦，處理翻自己好嘅心境啦，咁其實始終咧屋企人都係好嘅你幫你就點會唔好咁問題咧你又覺得就係即係過意唔去啫咁所以問題你平衡到個心態就好啦。咁始終咧你喺呢個流年嚟講咧係有人幫你，其實都唔錯㗎